因大悲故，入於一切畏惡世間，恒順眾生嘅生死。恒順惡世眾生生死，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，終於成就佛果，為惡世眾生展示宇宙真理，教化眾生離苦得樂之法。釋迦牟尼佛就係最佳嘅代表啦，係劣應身，劣到點啊？得80歲壽命，行乞說法，以身作則，嚟到去降服外道，感化世人。留意下，好短嘅壽命，好多人就會計較衡量，點解有咁多國土啲佛如來咁靚咁長命？點解我老師釋迦牟尼佛嘅壽命咁短，國土會咁污糟邋遢呢？佢哋啲佛國土好靚喎。跟住佛喺《大悲蓮華經》裏邊呢，亦都曾經講過大悲菩薩呢種嘅大悲心呢，係更勝呢個大慈嘅，好犀利嘅。《大悲蓮華經》裏邊呢，係獨讚啊，唯一係讚釋迦牟尼佛。佛曾經講：而家宇宙虛空所有千億嘅佛國土，無數成咗佛嘅如來都曾經講：我今日之所以能夠成佛，當初都係一個大善知識，而家就係釋迦牟尼佛呢個過往生呢個善知識，勸我發大乘菩提心，我然後先成等正覺。今日我喺呢個國土，而呢個大事啊，係入於冇一個人能夠入得到嘅穢土裏邊，對住一啲莊嚴佛國土所照顧唔到嘅五濁惡世嘅眾生，佢入喺最艱苦最難堪嘅地方，荷擔一切眾生嘅生死，甚至乎自己落大地獄替代一切惡業眾生，呢種悲憫而示現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最圓滿嘅無上正等正覺，當今只得一個釋迦牟尼佛。所以我哋而家睇極阿彌陀經，佛點講啊？其他世界嘅如來都異口同聲讚歎我，能於五濁惡世成等正覺，為眾生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為甚難。記唔記得啊？有個咁嘅說話，意味着十方如來淨係歌頌緊，因為啊，好多人都想取淨土作佛。寶藏如來曾經講，只有一個大悲菩薩，佢不捨惡世眾生。咁個個喺淨土成佛，咁嗰啲惡世眾生點？永遠去唔到喎，即係永遠被摒棄？唔係，一個大悲菩薩入於一切穢土，將佢哋嘅生死孭晒自己身，將自己本來福樂嘅嘢回向晒，代一切眾生去由地獄五百大誓願當中墮大阿鼻地獄、畜生惡鬼地獄、畜生惡鬼地獄，做翻人，修行三大阿僧祇劫，然後先成等正覺，僅80年入滅啦，就將度呢個世界嘅說話嘅種子咧，種晒喺而家嘅人間。而家我哋所有呢個世界嘅將來嘅人都能夠成佛，都能夠覺悟解脫。點解啊？因為有釋迦牟尼佛嚟過呢個世界。哇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答案。點解話釋迦牟尼佛咁稀有？因為呢個五濁惡世係難可忍耐嘅。佢紆尊降貴，捨棄晒一切，行大悲啊！人哋做唔到嘢，佢做到。火中生蓮，咁啊蓮花係蓮花池嘅啫。佛國土生蓮花係咪好容易啊？佛國土成佛係咪好容易啊？但係你試喺呢個五濁惡世修行一日無漏之行都難，仲要成就如來嘅境界喎，難唔難啊？着一個大嘅火池裏邊生到蓮花出嚟呢，啲咩蓮花啊？紅蓮啊，所謂火焰化紅蓮啊，係讚呢個大悲菩薩呢個身啊，唔好睇小。所有聖應身嘅諸佛如來異口同聲讚歎啊，難行稀有啊，遠勝一切嘅善功德啊！呢種嘅大悲菩薩嘅化現啊，最不思議嚇。佢話因為咁樣，佢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，能夠成就一切眾生將來成佛嘅正果。所以我哋對於如來啊，要知恭敬平等。點解啊？因為佢有三身啊，
其中我先講咗個應身，應化喺一切國土，即係宇宙虛空裏邊有啲眾生個福力特別厚嘅，發現呢個莊嚴果報莊嚴嘅佛身嚟到為佢説法，攝引佢哋。喺呢個劣世當中，喺呢個惡世當中，只有大悲菩薩先能夠做得到嘅，就係現出一個劣應身嘅如來，喺呢個五濁惡世，喺最難度眾生嘅火宅裏邊呢，去廣佈種子，令所有眾生有因緣憑呢啲種子，將來離苦得樂，乃至覺悟成佛，全靠呢啲大悲菩薩喺呢個世間廣作善行功德啊！應身係有生有滅，即係話無論佢嗰個福德幾厚，厚到好似無量壽佛咁厚，都有入滅嘅一日嘅。我哋叫名為應身。第二，報身係佢嘅功德上狀啊，因為歷劫修行大乘行，慈愛嘅精神願力遍覆十方三世一切世間。當福德智慧盡皆圓滿，便會成就出功德巍巍永恆光明嘅圓滿果報佛身。有人話應身係有始有終，報身係有始而無終，冇終結嘅，由開始。釋迦牟尼佛嘅報身，大家知唔知係咩佛啊？有冇聽過？叫盧舍那佛。盧舍那佛咧係釋迦牟尼佛嘅果報莊嚴嘅報身。報身其實係一個隱喻一種意思，就係呢個大乘菩薩佢分修出嚟嘅功德，全部積集喺宇宙嘅虛空本體，而成就出嚟呢個佛身係永恆地相應一切眾生。功德力，我哋話呢個世界有冇因果啊？有因果啊嘛。雖然還然啫，咁還然都有還然嘅因果噶嘛。嗱，我行善咁咪有福報啊。不過唔永恆一出就冇咁解，咁咪會出現過？有嘅喎。咁我救眾生啦，咁有冇救眾生嘅果報啊？咪有個佛國土咯，係咪？佢梗然出現下噶。咁我永遠救眾生，咪永遠咪有個果報咯。因為善嘅量無盡，所以果報亦無盡。我哋叫如來嘅功德海叫做無盡功德海。點解可以做到無盡啊？因為佢願無盡。佢願無盡，因為佢示現無盡，因為佢度生無盡，所以就成就一個莊嚴圓滿冇盡頭嘅福力嘅顯現。呢個就係果報身。如來具足應身以及報身嘅功德。好啦，第三種法身，常寂嘅法體，宇宙不生不滅嘅清淨本體，即是如來不動法身。動啊，會動嘅動啊。宇宙嘅虛空就係如來唔喐嘅法體。呢個法身，所謂法身，常寂不動，盡容一切，無染一切，亦係一切眾生本來嘅清淨覺地。所以一切眾生歷劫嘅輪轉，乃至修行成佛嘅過程，以及一切眾生種種嘅生滅現象，皆是於此圓明法身中不斷幻現。嗱，有個大秘密，我喺學佛與歸依呢，冇好詳細講過佛嘅法報應三身。喺今日呢個修行綱領第一個歸依三寶佛寶嘅基礎底下呢，要為大家展示出如來嘅法報應三身。點解要將法身話俾你聽呢？法身就係宇宙嘅常寂虛空呢種知覺。我今日歸依到一個應身如來，呢個應身如來入滅，我又會生死。但係如果我能夠歸依到一個報身如來，我嘅福德好厚。但係如果我能夠歸依咗一個法身如來呢，就係無論我過去又好，現在又好，將來又好，呢個法身如來會喺邊度啊？